啱啱起身嗰陣時，就睇到自己隻手俾人綁住，身處喺一個好大嘅地方裏邊，而呢個無疑就係我國無比宏偉嘅競技場，四方八面都坐滿咗觀眾。親愛嘅女啊，驚唔驚喜啊？呢個驚喜真係大喎！所以呢幾年係我太縱你係嘛？我嘅乖女，竟然認為誅心都可以呃到我，竟然認為我會收唔到情報咩？所以呢，獎你一個遊戲啊！贏咗嘅話，公主之位咪可以補咯；輸咗嘅話，就只可以留低條屍啦。而即使你贏唔贏，嗰個細路，我之後都係會解決咗佢。愚蠢嘅女啊，你早就輸喺個情字上面啦。從來人命喺佢嘅手只係一個玩物，佢只會愉悅喺佢嘅遊戲裏面，而可惜我都係唔可以成全佢呢一點。好啊，你試下咯。眼前行咗10個人過嚟，全部都係城中裏面嘅高手。我攞出灰門，一槍將嗰個緊箍物打開，衝力令我後退，而嗰個人都係唔敢驚訝咁樣繼續欣賞好戲。手上嘅傷雖然好嚴重，但係都係可以應付。佢哋從四方八面攻過嚟，絲毫唔俾我喘息嘅機會。左上而入，右下而攻，我只可以靠住槍嚟隔開佢哋嘅攻擊。我邊跳躍而攻，邊旋身而戰，直到拉開咗一段小距離為止。而呢副好身手，真係要靠我父親多年嚟嘅教育啦。從細我就知道一個真理，做暗殺者係唔可以有過多嘅感情。而呢個帝國真係好適合我。喺呢度，我殺人從來係唔會有感情，唔需要留手，亦都冇絲毫嘅後悔同埋歉意。喺暗殺者嘅世界裏面，暗器同埋方法從來使用都唔講究。觀眾可能會有一啲驚恐之情，但係四周都係噓聲一片。不過呢個對我就冇任何影響嘅。繼續啊！你果然真係冇令我失望啊！呢一個會場入邊暗中觀察咗一陣，伊尼安提卡佢嘅對面出現咗50幾名殺氣極重嘅人，縱使手上有傷，衣服同面上面亦都有血紅，但係佢臉上面冰冷嘅笑容就同我講緊佢嘅愉悅。可想而知，佢一直以嚟過嘅係點樣可怕嘅生活。佢上方極近嘅觀賞台裏邊坐嘅正正係我同佢嘅共同仇人安克傑爾尼。佢嘅臉上帶住可恨嘅笑容，喺度欣賞呢場鬧劇。伊尼安提卡冷血無情嘅表情同埋出手之快，果然配得上係暗道帝國嘅公主。我不禁握緊拳頭，睇到佢有意無意避開腳上嘅攻擊，就知道佢唔希望隻腳受傷影響佢嘅動作。我帶住同伴走到觀眾席，造成混亂。伊尼安提卡嘅神情瞬間露出咗一絲驚愕。你終於嚟啦，翻嚟俾我殺啦！你要殺都係咪應該處理咗仇人先呢？解決完佢，咪就係你咯。你哋都幾痴情噶喎！伊利安提卡，你就係輸喺呢個細路嘅手上面。其實無論你今日係咪贏到，背叛我嘅下場都只係死亡。諗唔到你仲敢嚟喎，細路。不過我早係有消息，你係會嚟嘅。咁你哋就可歌可泣咁樣死喺呢度啦。呢個時候，大批侍衛準備走向我哋。前排先見完面，你點解好似唔記得咗我咁呢？安克王，尼寧帶住一批人，除咗我哋嘅人之外，仲有啲係佢家族嘅人。貝芬尼寧，我記得你並唔係多管閒事嘅人嚟噶，所以你係咪想要嗰個公主之位呢？我對嗰個公主之位冇乜興趣，而且我係由一開始已經好討厭你啦，安克。你就唔驚你嘅家族生意會倒退啊？面臨破產噶咯？你以為我會打場冇把握嘅仗咩？就係依家啦！安克王，我係內克提亞嘅皇帝，我已經有你10年前製作虛假消息、無故滅族嘅罪證。你已經俾我哋嘅聯軍重重包圍啦！快啲投降啦！如果唔係我哋嘅聯軍進攻，你就會傷亡慘重啦！
羅斯迪尼安，哼哼，估唔到咧。真係諗唔到啊，諗唔到啊！計少咗你啊，羅斯迪尼安。多謝啦，呢一個係我嘅榮幸，安克王。我曾經憎過我父親，認為佢將我族同屋企都破壞咗。我永遠都會記得母親佢悲凄又溫柔嘅臉。嗰陣時係我最尾一次見到同埋接觸到母親溫暖嘅手，同時亦都知道咗真正嘅仇人係安克。雖然母親冇同我交代任何事，雖然我仲叫基礎。18歲嗰年，我同個妹返到咗暗道帝國，嗰個係我一世都唔想再踏足嘅地方。我哋盡量來回和平帝國同埋暗道帝國，為嘅就係避開安克。本來以為要一直隱姓埋名，直到呢一次，我叫李寧同埋佢嘅父親協我一臂之力。當佢父親知道呢樣嘢嘅時候，思及利弊，當然會選擇我哋呢一邊。我靜靜咁樣將事情交代完成，並笑住望住已經被綁好嘅安克王。呢個時候，只係見到安提卡痛苦但露出愉悅嘅表情，然後幾乎同時同安克結以嚟，講出同一句但係意義唔同嘅嘢。我嘅嘢我嚟親自毀滅。佢哋雙雙倒下，然後我先聽到一陣陣槍聲射落安克結以嚟嘅身上。我淨係知道抱住眼前已經了卻心願嘅少女，向住醫院跑去。事後，暗道帝國被納入萊克提亞嘅國土，由萊克提亞嘅大王子繼任。暗殺等等全部事全部撤銷，改為用正當嘅商業、軍事同武器戰略聞名嘅國家。尼寧嘅家族貝芬家族就成萊克提亞國嘅信賴伙伴，從事正當生意。佢自己就接任生意，將事業擴展得更加大，而同其他聯軍嘅國家分到應有嘅領土，各自發展。暗道帝國因而成為更加蓬勃嘅、處處生機嘅國家。